之前在 BuzzFeed News 上看过一篇报道，说是通过对比卫星地图确认了许多新疆集中营的位置。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规定，现在外国记者已经很难再进入新疆境内采访报道了。我当时就在想，外国记者不能去，但是我可以啊。网站公布的也只有卫星地图的照片，这些标记的建筑具体在哪里，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它们周围的环境又是什么样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再次来到了新疆。三个位于城北大道和东站路交叉口以北。百度地图上有一个乌鲁木齐市第二教育矫治局的标志。这个所谓的矫治局的院子其实也是有铁丝网的，人行道每隔几十米就有监控录像。为了尽可能保证拍摄质量，我不得不把背包背上，把相机挂在背包上。这个背包让我看起来有点不是那么自然。游客怎么会来这里呢？我只能祈祷没有监控值班人员注意到我。步行了一圈，我发现这里有围墙铁丝网围起来的区域不止3处。这里应该是乌鲁木齐市地区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区域。这里注意建筑物顶上的标语，隐约可见劳动改造、文化改造4个字。进入雅山公园，爬到山顶，可以很容易看到其位置所在。有一个玻璃门上贴着5间区的字样。建筑物有突出的玻璃天窗，推测被关押的人只能在建筑物里放风。所以只能爬上山头拍摄，还不敢站立拍摄，怕被人注意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时，中国政府控制的警察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敢肆无忌惮地打人杀人。所以在新疆这种外国媒体根本就进不去的地方，中国政府对维族人的迫害就更加是难以想象的了。